上集我哋講完情場格渣大法，教大家點樣用蘇老師套面相學去避開情場渣男。好多朋友睇完都話，原來睇樣真係可以避開啲極品。但係有觀眾私信同我講，情場遇人不淑可以止蝕離場，但係職場遇到小人真係逃生無門。冇錯，每日困住你最耐、最吸你精氣神嘅，未必係你伴侶，而係你隔離嗰個同事或者你老細。所以今日我哋將格渣大法帶入寫字樓，深度拆解職場上面最陰險嘅小人相同埋貴人相，教你點樣喺江湖入面帶眼識人。你係咪成日都覺得自己喺職場上面好似孤軍作戰咁？明明做足100分，功勞就永遠唔係你嘅。當你掏心掏肺幫同事，轉個頭佢就扇你一鑊，你永遠係最後知道真相嗰個，亦係永遠孭鑊嗰個。你望住每個月出糧條數，再望住日日夜夜加班嘅自己，係咪好想問一句，究竟係我唔夠努力，定係遇人不淑？蘇老師成日都講一句說話，命好不如識人準。你條命生得再好，八字再靚，如果唔識睇人，一開門就俾身邊嗰啲牛鬼蛇神吸乾你嘅精氣神，行運行到腳邊都會俾人一手搶走。職場係一個講求合作嘅地方，同時亦係一個利益交纏嘅江湖。識得睇人，唔單止係唔好俾人害，更加係要知道邊個先至係真正可以帶你起飛嘅貴人。今日我哋就用蘇老師嘅獨門邏輯，深度拆解職場上面最常見嘅3種小人相同埋2種貴人相。唔單止教你睇樣，仲教你睇穿呢啲人喺會議室、喺茶水間、喺電郵背後嘅真實行為。最重要嘅係，文末我會公開一個蘇老師極少外傳嘅催旺事業運獨家小技巧，等你唔使再猛中中咁喺寫字樓撞板。好多人以為睇相就係睇個鼻夠唔夠高，對眼夠唔夠大，其實咁樣太表面。蘇老師嘅商學精髓在於商不獨論，係要配合形態神采同埋現代行為去綜合判斷。當你學識呢套心法，以後返工你一眼掃過去就知邊個要防邊個要黐，先講避坑。呢3種人你一定要認得，佢哋就係辦公室裡面嘅背刺型小人，表面同你有講有笑，背後遞刀最快嘅就係佢。第一種小人相叫眉壓目。所謂眉壓目就係眉毛同眼睛嘅距離非常之窄，甚至乎嗰啲眉毛生到好似直接壓住個眼蓋咁，睇落去成日都覺得佢好似皺住眉頭烏雲蓋頂咁。呢種相格嘅人，蘇老師講得好白，心胸狹隘撞奸，疑心重，而且極度記仇。你千祈唔好以為佢只係性格內向或者嚴肅，佢內心嘅小劇場多到你唔信。佢哋睇事物永遠係從負面同陰謀論出發，好難真心去欣賞身邊嘅人。譬如開會嘅時候，你提出一個好有建設性嘅方案，其他人點頭讚好，佢咧就會靜靜雞坐喺角落頭，唔會俾任何正面反應。但散會之後，佢就會逐個人去叫長腳。你覺得佢個方案真係得咩？我懷疑佢背後有數據顯示咋。你信唔信得過佢？佢最擅長就係喺細微處種下猜疑嘅種子。喺職場行為上，呢類人有一個好明顯嘅特徵，就係佢永遠唔會喺公開嗰場合同你嘈，因為佢知道公開嘈交會暴露自己。佢會選擇喺老細面前扮晒乖，然後喺茶水間或者食飯嘅時候，特登走埋你身邊，用一把好似好關心你嘅聲線，細聲講：我幫你講咗好多好說話㗎，但係老細好似唔多誠意你呢個方案，你小心啲啊！一啲定力唔夠嘅人就會即刻成肚火。當佢係知心好友咁傾訴，將對公司嘅不滿、對其他同事嘅睇法全部倒晒俾佢。你講得痛快，佢聽得仲痛快，因為你講嘅每一句說話都係佢日後用嚟攻擊你或者要挾你嘅彈藥。第二日呢啲說話就會一字不漏咁傳翻去老細耳仔邊，而且分分鐘加鹽加醋，變成你想辭職、你想反台、你睇唔起邊個部門。佢望住你嘅時候，眼神通常係陰沉沉，咁唔會大方直視你。眉骨位多數比較突，一開口就係：我都係為你好咋。你唔好同人講係我講嘅，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。記住，眉壓目嘅人最中意搞小圈子。如果你發現有一個同事成日陰陰濕濕咁裝人同你溝通，時佢嘅焦點唔係你講嘅內容，而係打量你嘅表情，估你嘅底牌，你就要打響12分警號，同呢種人共事。千祈唔好講真心話，只講公事。最好所有嘢都用文字留底，唔好俾位佢喺冇第三者嘅情況下同你講心事啊！你要將自己武裝成一個毫無情緒嘅機械人。佢一問你，你覺得老細點啊？你就要答啊，老細好有諗法。
我仲學緊嘢，徹底封死佢嘅突破口。第二種小人相係鼻歪，好多人以為鼻梁高就係好嘢，其實鼻型最緊要係正直。如果你見到一個人，無論佢個鼻生得幾高幾靚，但係鼻梁骨明顯向左或者向右歪斜，又或者係鼻頭位置唔正中歪埋一邊，呢個人嘅誠信係好有疑問嘅。相由心生，心術唔正，氣血運行就會歪斜，個鼻自然就唔會生得直鼻歪嘅人。最大嘅特徵係講大話唔眨眼，射博快過閃電。喺職場上面，佢哋係語言嘅藝術家，可以將黑講成白，將自己嘅過錯包裝成你嘅責任。舉個好簡單嘅例子，明明開會嘅時候拍晒心口話交俾佢做，佢仲大聲話包喺我身上。轉個頭期限到咗，個方案冇影冇蹤。當你走去問佢嘅時候，佢會話我冇咁講過噃，係咪你聽錯啊？我意思係你負責嘅部分先，我喺後面配合你，將個波完美咁拋翻俾你，仲要扮出一副無辜嘅樣。佢哋對承諾呢樣嘢係完全冇負擔嘅。今日同你講辛苦晒。20個月我同老細爭取加你人工，聽日就會同老細講佢工作量唔飽和，使唔使減省客人手？佢哋把口係用嚟交易，唔係用嚟溝通。鼻歪嘅人通常配搭住一個比較薄嘅嘴唇，講嘢嘅時候你會覺得佢口甜舌滑，好識兜，邏輯好似好犀利，但永遠冇重點，因為佢嘅重點就係唔關我事。同佢哋做項目，你一定要化身鐵面包工。所有分工同時間幾點都白紙黑字寫清楚，最好用電郵副本俾相關嘅人，唔好信佢把口。佢哋最怕嘅就係留下證據，只要你清清楚楚，佢就埋唔到你身，因為佢嘅語言藝術喺白紙黑字面前係完全失效嘅。第三種小人相係唇薄而尖，呢度講嘅唔單止係嘴唇薄，而係嘴唇望落去又薄又尖，尤其係上唇薄到好似得一條線，仲要微微向外凸起。或者嘴型合埋嗰陣，兩邊嘴角生得好尖削，好似刀鋒咁。蘇老師話過，呢種嘴型代表言而無信，口舌是非，係標準嘅是非精面相。佢哋把口係職場上面最厲害嘅殺人武器，但呢把刀唔係用嚟衝鋒陷陣，而係用嚟喺背後暗算。呢種人非常擅長喺錯綜複雜嘅人事關係裏面遊走。佢做嘢嘅能力可能唔係好高，但係講是非煽風點火嘅能力就係專家級。佢會同你講，我淨係同你講咋，你唔好同人哋講，我當你好朋友先話你知。然後當全公司都知道呢個秘密嘅時候，源頭一定係佢，而且個版本一定係經過精心剪裁，對佢最有利。唇薄而尖嘅人好中意用一種我係為你好嘅姿態去套你嘅私隱、你嘅人工、你對於其他同事嘅睇法。佢同你溝通嗰陣，身體會傾得好前，把聲會壓得好低，眼神會裝出一副好真誠嘅樣，製造一種你同我好親嘅假象度。你真係信佢，將心底話講晒出嚟，你嘅把柄就喺佢手上面。日後如果牽涉到升職加薪或者派系鬥爭，你講過嘅嘢就會成為攻擊你嘅子彈。如果你身邊有同事嘴唇又薄又尖，仲要講嘢嘅時候嘴型有少少歪，眼尾又帶啲笑意啊，你要極度小心。呢個係頂級嘅笑面虎。對呢種人最高明嘅做法就係笑住聽，唔俾反應。佢同你講是非，你話係咩？哦，係咁呀。然後即刻將話題轉翻去公事，或者索性借意行開去斟杯水，唔好附和他，唔好表態，又唔好做佢嘅聽眾，因為佢嘅字典入面，聽眾就係盟友。你聽過佢講是非，第日有事佢就會拖你落水。話你都有份講避開小人之後，你要學識點樣揾出真正嘅職場貴人。呢個世界伯樂唔會無端端走出嚟拍你膊頭，你係要靠自己雙眼去發現，然後主動去黐實佢。蘇老師話，真正值得你跟隨、值得你信賴嘅貴人，唔使睇佢着咩名牌、揸咩車，睇佢塊面3樣嘢就夠：額頭、下巴同眼神。先講貴人嘅額頭，一個貴人上司或者前輩，佢一定有個飽滿嘅額頭，即係我哋商學上成日講嘅天庭飽滿。唔係要佢似壽星公咁突出嚟，而係額頭寬闊脹卜卜有光澤，好似有層油膜包住咁望落去，好開揚。呢種額頭代表佢心胸廣闊，有智慧，願意容納唔同嘅意見，唔會因為你一句無心之失就記恨你成年。佢哋好容易有長輩或者更高層嘅人扶持，連帶喺佢身邊嘅人都會沾到光。簡單嚟講就係跟住佢有運行喺實際職場行為入面。
額頭飽滿嘅人好少會同你計較一粒字、一個格式呢啲瑣碎嘢，佢哋睇嘅係大方向。當你犯錯，佢唔會當眾羞辱你，而係會閂埋門同你講：今次衰咗唔緊要，最緊要學到嘢，下次避下。佢鬧你係想你好，唔係想你死。佢哋好樂意為下屬爭取資源，甚至會將自己嘅功勞分一部分俾你，因為喺佢心目中團隊嘅光就係佢嘅光。同呢種領導相處，你要夠膽表達你嘅諗法，佢哋唔從意應聲蟲，從意有見地咁承擔嘅人。只要你出發點係為件事好，就算你嘅諗法同佢唔同，佢都唔會覺得你冒犯佢，反而會欣賞你嘅坦白。再講貴人嘅下巴，即係商學上嘅地角方圓。一個人下巴有肉，圓潤豐滿，甚至睇落去有少少雙下巴嘅輪廓，呢個就係最好嘅兜下巴。下巴代表一個人嘅責任感、穩定性同埋對下屬嘅態度。地角方圓嘅人做嘢有擔帶，唔會隨便卸膊，佢會視下屬為佢嘅延伸，保護下屬就好似保護自己嘅根基一樣。喺職場上，當公司出咗事或者客戶發爛渣，地角方圓嘅老細會第一時間企出嚟話：呢件事我負責，係我監管不力，而唔係即刻推你出去受把，或者話呢個係佢個人行為。佢哋唔單止有膊頭，仲好念舊。只要你係開國功臣，或者跟咗佢好多年，就算你能力唔係最頂尖，佢都會俾一碗安樂茶飯你食，唔會過橋抽板。呢份安全感喺今日嘅職場好難揾。同呢類貴人相處，你要表現出你嘅忠誠同穩定性。佢哋好重視自己人，呢個概念你唔需要太花巧，最緊要係交到貨準時，同埋唔好俾佢感覺你係一棵牆頭草。當佢覺得你係自己人，好多機會佢唔會益街外人。第一個就係諗起你，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就係貴人嘅眼神。呢樣嘢係冇得呃人嘅。真正嘅職場貴人，無論佢個樣生得惡定係生得慈祥對眼，一定係有神兼正直。呢種眼神黑白分明，好似嬰兒咁清澈，望住你嘅時候，佢嘅視線係定嘅，焦點係放喺你隻眼度。又唔係碌碌咁由上而下打量你，唔會喺你講嘢嗰陣望下手錶、望下手機。蘇老師講過一個口訣：眼正心思正眼，邪心必邪。貴人嘅眼神有一種好神奇嘅安頓力量。當你項目遇到阻滯、驚到一頭煙嘅時候，佢望你一眼，同你講一句：定啲嚟諗清楚先。你無端端就會覺得件事係解決到嘅，好似大海入面忽然見到燈塔咁。呢類人唔單止係你事業上嘅導師，分分鐘係你人生嘅導師。同佢相處唔好耍小聰明，因為佢睇人係睇骨嘅，唔係睇皮。你要虛心請教佢，問你嘢你要如實作答，唔好隱瞞。佢哋最討厭嘅就係嗰啲眼神閃縮、鬼鬼祟祟嘅人。只要你夠坦蕩，就算你能力暫時未夠，佢都願意花時間心機去栽培你，因為佢睇到你個底係正直嘅，係可以信任嘅。跟住呢類人，你唔使擔心俾人背後插刀，因為佢本身就係你最大嘅盾牌。睇到呢度好多老觀眾可能會問：我睇咗佢個樣，知道佢係眉鴨目，但係佢對我又好似幾好咁，點計？呢個就係要講實戰。如果你發現你老細係額頭飽滿，配眼神正直，但佢偏偏生咗個唇薄而尖，即係一半好一半壞，點樣應對？呢個時候，蘇老師嘅智慧就係利用佢嘅優點，防備佢嘅缺點。額頭飽眼有神，代表佢對下屬有栽培之心，會俾機會你；但唇薄而尖，代表佢把口冇閘，好容易講咗你啲私隱出去，或者應承你嘅嘢會選擇性失憶，你就要把握機會，黐住佢學嘢做項目。但喺傾到人工升職呢啲口頭上嘅嘢，你就一定要識做。譬如喺傾完之後補翻個電郵，多謝老細今日嘅肯定，關於下季晉升嘅安排，我會加緊努力。用最客氣嘅方式留底，咁樣既唔會得罪佢，又保護咗自己講完成個人際網絡嘅攻防。如果你問我而家身邊全部都係小人，個勢黑到不得了，係咪要辭職先可以轉運？未必要咁大陣仗。蘇老師教落運氣係氣場嘅互動，你改變唔到人哋嘅想，但你可以微調自己周圍嘅風水格局，將貴人吹過嚟，將小人隔開去。記唔記得我喺問初應承大家？又教一個獨家嘅催旺事業運小技巧。呢個技巧蘇老師只係喺好私密嘅嗰場合同學生分享過，就係辦公室青龍飲水局。你唔使買任何奇奇怪怪嘅風水嘢，只需要一個普通嘅水杯。聽日返到公司
喺你張辦公台嘅左手邊呢個位置係風水上嘅青龍位，代表貴人事業同思維。你喺左手邊放一個乾淨透明嘅水杯，入面裝半杯至7分滿嘅清水，記住一定要係清澈嘅凍滾水，唔好放茶同咖啡。水主財青龍位要凍水嘅波動氣場會帶動你成個人嘅思維變得敏捷，講話都會圓滑啲，間接減少同人衝突嘅機會。最緊要係呢杯水每日返工換一次，保持新鮮乾淨，千祈唔好擺到鋪滿塵。呢個活水嘅氣就係催旺你事業嘅藥引。當青龍位有生旺之氣，你自然會覺得身邊啲小人慢慢冇咁猖狂，而有質素嘅貴人伯樂會逐漸俾你吸引過嚟。呢個唔係迷信啊，係一種由外而內嘅氣場引導。最後送多句俾你：職場路流流長，總會有睇漏眼嘅時候，遇上幾個小人，唔使灰心。最緊要係識得隔渣，將啲衰人從你生命入面隔離出去，唔好花心神去諗點樣報復你。越諗同佢哋嘅業力糾纏就越深。最直接嘅做法就係收翻你嘅情感，將所有精力擺喺黐實貴人同提升自己上面。當你學識帶眼識人，再配合少少風水嘅扶持，你就唔會再係公司俾人擺上台嘅犧牲品。記住蘇老師嗰句：人清醒世界就呃你唔到，人識睇相就係為自己鋪最好嘅路。好運從來都係自己一手一腳保護出嚟嘅。